自佛山黃岐嘅廣佛五金城，晏晝5點25分左右，畫面右下角有位細路女行咗出嚟，佢係2歲嘅月月。畫面上方有一部白色麵包車，呢部車係緩慢行駛嘅過程當中，失驚無神加速，車身直接撞到月月，仲將佢捲入車底。部車嘅司機冇即時停低，而係再加油前行，後輪再次壓過月月嘅身上，仲不顧而去。車後面有一位事件嘅目擊者，佢居然當乜事都冇咁樣，睇都唔睇就咁行咗過去。之後嘅監控畫面有2個人經過，佢全部睇到喺地上面掙扎嘅月月，但居然都冇作任何反應。呢個時候，畫面上方再有貨車出現，司機可能未睇到倒在路中嘅月月，再次由佢身上捱過。喺之後嘅5分鐘裏邊，一共有10位路人由月月身邊經過，佢哋都發現咗喺路邊掙扎嘅2歲細路女，但大家都只係望咗眼，就若無其事咁行過，冇一個人停低，冇一個人打電話，甚至問一聲揾人幫手施救。喺呢一段時間之內，月月由原先嘅掙扎變到冇晒動靜。過咗6分鐘，喺視頻17點31分13秒，畫面上面出現咗一個執垃圾嘅阿姨，佢係唯一嘅好心人。但係呢個時候，距離出事過咗寶貴嘅6分鐘，阿姨發覺唔妥，即時過去扶起小朋友，點知月月已經失去知覺，冇晒反應。阿姨唯有即時將月月移到路邊安全位置，再向四周係求助。月月嘅媽媽聽到呼聲之後，跑到現場抱起血肉模糊嘅小月月。由月月俾車撞到，直到媽媽將佢抱起過程當中，一共途經嘅19個人，唯一就得一位執垃圾嘅阿姨出手救援。如果月月俾第一部車撞到之後，經過嘅3個人可以出手救人，月月完全可以避免被第2部車壓過。肇事司機冷血逃逸，加埋路人嘅視若無睹，未滿3歲嘅月月失去咗救治嘅最佳機會，而家生死線上邊掙扎。月月嘅爸爸媽媽話，第2位嘅肇事逃逸司機已經被警方抓獲，但第1位肇事司機仍然在逃。由於監控視頻當中第1輛肇事車嘅車牌嚴重反光，冇辦法睇得清楚，我哋只能夠判斷司機應該係一位中年男人。對住自己嘅女，月月嘅爸爸媽媽已經係心如刀割。記者仔細回放監控視頻嘅時候，月月嘅爸爸實在冇辦法再面對呢一幕，唯有默默咁行到一邊係流淚。月月嘅爸爸媽媽而家只得2個心願，一係希望個女能夠好起身，第2個就係捉到肇事司機，其他嘅一切都唔重要。沒有什麼別的想法，只要能孩子健康的就行了，沒什麼想法都不會有的。能不能找一些好心人，有看到這部車的這些好人幫我們，幫幫我們，我求你，我真的需要你們的幫助。咁而家小月月嘅情況呢係仍然危殆㗎。咁如果各位觀眾你喺10月13號下晝嘅5點半左右，曾經喺佛山黃岐嘅廣佛五金城目睹咗呢件事情嘅事發情況，又或者係了解相關信息嘅話，請同月月嘅父親聯繫，又或者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118-114。